如果你想要同其他人通過先到先得嘅方式預訂設施，撳設施，撳搜索欄，瀏覽設施，可以揀收費同不收費嘅設施，揀設施，撳地區或者組，揀地區，你都可以揀日期，撳搜尋，揀場館可預訂嘅段節，確定段節後，撳繼續，揀是否需要預訂其他設施，撳否，撳添加團隊成員下面嘅圖案，添加團隊成員，從朋友列表選擇朋友，添加後，撳繼續，你可以繼續添加團隊成員。你都可以刪除團隊成員，撳確認，確定要刪除這次邀請。完成添加後，撳繼續，閱讀並同意聲明，撳確認並同意。撳確認付款，揀付款方式，撳確認付款，預訂已確認。